今早11點鐘左右嘅時候呢，我哋喺安泰閣31樓裏邊呢，成功救出一名男性長者。我哋要一層一層小心翼翼咁上去。咁啊，另外呢，就係每一個單位裏邊呢，我哋都會破門入去進行徹底嘅搜索，令到盡快救出有機會嘅傷者。我哋到呢一刻從來冇放棄過，亦都唔排除會更加救出更加多嘅傷者。而家宏福苑8座大廈裏邊呢，有1座係冇被火警波及嘅，而另外4座呢，大致嘅火勢呢，我哋已經救熄㗎啦。另外，其餘3座呢，我哋嘅火勢呢已經有效咁控制咗。我哋喺呢次呢，由肇事開始到而家呢，總共出動咗304架次嘅消防同埋救援車輛，總共出動咗超過1250多名嘅消防人員去參與呢次嘅滅火救援行動。我哋當中呢，收到總共有341個嘅求助個案，我哋已經成功處理咗279個個案。換句説話嚟講，4座大廈裏邊嘅火警，我哋大致救熄裏邊呢已經沒有求助個案㗎啦。其實而家由一開始到而家，我哋都面對緊唔同嘅挑戰同埋困難。當中包括我哋樓，大家都會睇到啦，涉事嘅7座樓外牆嘅面積相當大，亦都有不同嘅竹棚或者有一啲帆布去包裹住，而啲帆布同埋竹膜會令到火勢嘅蔓延非常迅速，導致我哋嘅消防人員呢喺處理咁大嘅面積底下呢係有一定嘅難度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係有大量嘅傷者求助個案，我哋要去分批去處理。咁我哋嘅同事除咗喺我哋嘅指揮車上邊，喺我哋嘅總部裏邊呢，亦都設立咗一個與求助個案者去聯絡嘅機制。至於棚架方面呢，我哋到場嘅同事呢，同埋做深入去做滅火救援嘅同事，亦都發覺呢，棚架燒咗之後呢，係不斷時間係會有倒塌嘅危險，亦都發生過倒塌嘅情況。所以我哋同事入去嘅時候呢，係喺個風險評估呢要額外小心，因為棚架冧落嚟相當危險。